镜周刊报道，孙安佐在美涉及恐攻案，历经多月纷扰，成功转型网红。回台后渐渐步上正轨的他，最近也重返校园。据了解，孙安佐因学历未达上大学资格，目前已转往新店的能仁家商就读表演艺术科。该校老师更赞他感觉是个懂事的孩子，可见洗白有望。根据本刊马法达的2019星座大预言，元旦出生的孙安佐是摩羯座。2019年对摩羯座而言，将是打掉重练、强化体质且触底诞生的非常年。果真如此，他的网红事业审时待时，伺机而起，男粉丝投怀送抱也照料不误，而且吊嘎右边都卷成了细肩带呢。虽然女友周扬青之前有在透露想婚，只是年近不惑的亚洲空干王罗志祥至今好像也没有要娶她的意思。根据本刊马法达2019对狮子座的预言，今年罗志祥持续挥霍幸福，甚或是以幸福之名发动爱情攻势，是被仰望的星星，也跟世界谈场恋爱。